美很可爱，是不是？真的很可爱。艺人王思佳上个月产下狮子女宝宝小王梅，很快的，咱们小王梅满月了。有个史上最浮夸的妈妈，蜜月礼当然也要最浮夸喽。哎呦，不少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都要被小王梅给融化啦。这小王梅的蜜月写真行头超高档，她的小小礼服是特别手工定制 ，Q 萌的趴躺在妈妈要价88万元的高档名牌包上，无消税吧，哇哦！就连送给朋友们的蜜月礼盒也很完美风格，用的是珍珠手提链，真的就澎湃呀！这王思佳在脸书写说，满月礼物浮夸到底。网友们对于王思佳的浮夸系蜜月礼一点都不反感，反而大赞。为了为小王梅的爸爸救他搭乘 Uber 时，司机因为某些原因被警察开单，罚单金额就要司机的半天薪水，这只有人超级好吧？付款时也顺便给了罚单的钱呢。老公在摇滚区吗？对，他在摇滚区，而且他完全都不害怕。有很感动吗？有。我跟你们讲，他感动到什么程度？他感动到小孩生出来之后，他没有看过半年，完全没有看过，一直在拍 baby， 然后一直在看那个就是自己的女儿。小王美很可爱，是不是？真的很可爱，跟我老公长一模一样，真的是一模一样哦。谢谢大家的祝福都收到了，还有这几天我的私信跟我的讯息呈现了一种爆炸的状态。对，还是我老公提醒我说要谢谢大家。等一下要看小王美去做检查，还没有回来。等一下还要喂母奶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睡觉。今天要洗头了，依然收到很多人的讯息说为什么可以洗头。再跟大家讲一次，坐月子可以洗头，但就是一定要把头给吹干。小王美有英文名字吗？有，但晚一点再公布。之后会去拍宝宝写真，那到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。老公在摇滚区吗？对，他在摇滚区，而且他完全都不害怕。我其实本来有点怕他会昏倒，但他完全没有，坚强勇敢的存活。Are you scared? Nah. Did you feel everything? I saw everything. Yeah. From beginning to end. 他说他什么都看了，他一直跟我说。你要看吗？你要看吗？他已经约我看3天。4K 了，4K 啊！4K digital， 你要不要看 ？High quality。4K HD 啊，什么 digital？ 哦，4K HD 啊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他还是一直邀约我看，对，他就约我3天了，但我真的很累，没有心情看那些东西。对，他说你的 hands 有 shaking 吗？没有。It's a beautiful thing. 他说你有把它拍成 3D 吗？3D VR VR 可以不要吗？有点诡异耶。有很感动吗？有啊。我跟你们讲，他感动到什么程度？他感动到小孩生出来之后，他没有看过半年。You didn't even look at me. Yeah, I'm looking at my baby. See? 然后你知道，这时候你知道。我就想说，这时候不是会有个情节，就是电影里面都会这样演吗？就是你老公就会过来，然后你知道可能就是亲你额头还脸颊，就说哦 good job， 怎么什么东西之类的。I was waiting for that moment, you know。然后我就看到他完全没有看我，一直在拍 baby， 然后一直在看那个就是自己的女儿。然后 I was waiting for。This guy to turn around at least look at me for 1 second， 至少看我一眼 ，you know， 至少说哦，老婆辛苦了，怎么样 ，whatever， 就是讲一些这种东西，演一演也好，没，完全没有，就一直在拍他女儿，然后到最后就把女儿抱在胸口，然后看我，我想说你看我干嘛啊？是我努力生出来的。你在干嘛？然后他就一脸就是那种 I did it， 就是好像是他生出来的一样，是我
她说有人的老公一直在哭。Did you cry？ Quietly. 哦，她说差一点点，就是她都不看我然后我整个人就崩溃，我想说你怎么都不看我，欠揍的。